唔願去街㗎，成日屈住喺屋企多㗎，即係好唔開心嘅。甚至乎話啲朋友話去旅行3、2日都唔敢啊，自己冇嗰個信心啊，驚費事影響人哋成班人。我都話我中意玩，中意周圍走嘅，咁啲朋友都話：哎呀死火！你做乜嘢啊？咁樣，所以係影響好大。地係由個盤骨呢度一路初嘅時日落啲去到個髀嘅，咁啊跟住咧依家佢又去到小腿啦，亦都落到去個腳面有少少麻，咁所以我冇辦法啦，咁咪又走去針灸，乜嘢都試，推拿又做過，艾灸又試過，咁係舒緩1、2日咯，1、2日之後咧又慢慢又係咁樣。我都有做過嗰啲類似係咩筋膜刀之類嗰啲。咁啊做咗一段時間咧係舒服嘅，但係都係整下又你唔做唔得，同埋嗰個價錢自己付唔起。其實呢個問題我用咗好多錢㗎啦，所以呢個困擾咗我好耐，所以係好唔開心嗰段時間。筋膜刀主要處理肌筋膜緊繃或軟組織相關疼痛，而坐骨神經痛嘅核心問題係椎間盤對神經根嘅壓迫，筋膜刀係唔能夠直接解決嘅。但係 B18D 攜帶式4支點立體腰部牽引器就可以拉開腰椎，佩戴牽引之後，突出嘅椎間盤就會縮返去，坐骨神經痛慢慢消失。B18D 腰部牽引器好處，創新產品，隨時隨地牽引，自醫不求人，效果極佳，慳時間慳錢。喺度試咗半個鐘之後，即刻覺得哎呀，好似頭先呢個位好似冤少咗喎，扯少咗痛喎。咁我仲同我朋友講，我話真係咁快嘅，做咗半個鐘頭到啫，咁即係又覺得係有啲作用喎，咁咪開心咗，去街多咗咯。有我呢啲情況咧，尤其是老人家咧，盡快嘗試呢個產品，可唔可以幫到咧？萬德 OK 產品幫到我，仲唔快啲嚟預約免費試戴？